前辈者较有讲道理的，哦，修为较好的，形象较好的，来斗法，安尼自然迄都会当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有人是咧家己人是咧甲讲，有人即叫你作识的朋友，你我都爸爸袂知的，你讲会后去哪会做他？没有一种迄个个性的心理的仰慕的迄个观念，所以有人是咧家己的朋友亲情来讲，但是少办亲像讲你条就讲咱两是要来查死，是讲今仔日咱两是要来查死，其实讲起来足简单，袂即摆现在人拢有咧食这。还是拄咱包一个水饺，还是用一个来，我即摆拄好包水饺，我即摆包水饺真好食，来我请，下来讲叫来斗法，嘛是我顶，就即摆你就约一般的你咱道场的前辈者，爱互相鼓励，当然，这当中你就要来引导，亲像当时向国外的开放道路。第一次去到这个泰国，无收点文书，伊是迄阵人才，黄经理大影，去到这个黄经理大影，就泰国遐拢有熟悉，生意人，伊就介绍这个某啦，这个某某，互伊兄弟安尼，但是干安尼互咧讲道理安尼。考就考足大考，安尼大家开发对道保护，我哋来大道来助你来救道道偌事，这个偌好，好，就安尼说一说足大说。我到尾我讲大主讲，你爱就要把它成江引线，你要成江引线，你即摆就爱介绍了当然你叫你拢熟悉阮拢不熟悉，几处见面阮就要甲导伊来救道，伊会惊。所以考就考大好，我你也要成江引线。伊讲安怎成江引线？我讲你即摆介绍了，因为我伫台湾得到几十年啊，我知影讲道足殊胜、足宝贵，所以今日我特别邀请因两位，要来把这个宝贵的大道传互你，要甲恁介绍，互你知影。安尼我做咩工作简单，直接就是讲伊道理。安尼叫做成江引线，所以你就要扮演成江引线的角色。那安尼讲起来，咱就无你就讲有方便。安尼就是讲袂了。有人家家己去投标，投标了，我到南海高迄无闲啦。对无？其实是咱比较方法对不对？所以遮我就讲咱大家啦，各位同心，第一是爱真正落实。当然这是一个目标落实，就是讲咱点对实践。第二就是咱真正一个人爱落实5个人，其实落实5个比点对实践较重要。咱若落实5个，比如安尼讲，咱